今天呢是课程的第3天的第1堂课，也可以说是课程的最后1天了。因此，我希望在早上这一堂课呢，会讲解这个愿菩提心的仪轨。那么在下午呢，会给予是这个行菩提心的这个见法。朗日唐巴大师所写的一个叫修心八颂。那么在这个修心八颂里面有提到一段偈文。我们说正在受着这种苦难的这些众生，他们没有这些医护者，也没有救护者，同时他们也没有这些衣食等等。我们说对于这样的这些众生，我们特别要升起一种大的悲心，特别还有对于那一些心性顽强的，特别愚痴的，然后心呢是很难调伏的，尤其像总是在造着这种很大的恶业的这些众生们，那由于他们愚痴造着很大的恶业，那么在未来他们会领受到，可以说在轮回当中会受到各种的痛苦。所以对于这些众生们，那么我们现在是一个修持菩提心的我们来讲，他们可以说就是我们一个最珍贵的一个珍宝，而且是一个很难得的珍宝。我们要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关爱，去珍惜，以大悲心来对待这样的众生。所以我们说，我们总是身边有着这些喜欢不喜欢的人，但是说想想，今生可能是你的敌人，你不喜欢的人，但是或许他在过去生当中却是你最珍惜关爱的这样的朋友，甚至是父母呢。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想，我们今生当中的你不喜欢的人，并不代表他永远就会是你的敌人。你也不应该那样去想，就以为他永远真的就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他也并不是一个你完全没有机会升起悲心的一个对象，你还是可以对他升起这个悲心的。尤其我们说自己身为一个佛教徒，那我们是相信有这个轮回的。那么当然有许多佛教徒虽然是佛教徒，但还是对于轮回有一些的怀疑，但是不见得眼睛看不到的就是没有的。甚至现在许多科学家的确也有说到说，轮回是不实在的。但是呢，就像刚刚说的，不能说眼睛看不到，你感知不到，你就说它是不存在的，不能这么说。其实我们应该透过各个方面，你看科学家现在也透过各个方面角度去慢慢了解这个轮回。同样到现在你也找不出任何的理论来说，因为你看不到你就说是没有，这并不是一种正确的逻辑哦。所以总的来说呢，轮回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去怀疑的。所以如果说有这个轮回的话，如果现在不好好去准备，那么到时候可就来不及了。我们可以说都将我们的身口意所有的力量
都花在了今生的各种的事情上。但是你看，如果哪一天科学证明说有轮回的话，哇，那整个世界可能都是一种大的一种改观了，对整个生命的观念都不同了。到时候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呀，我真是太迟了，怎么现在才知道呢？所以总之我们要让我们的身心放轻松，真的好好思维这个问题。哇，好，可能还没发心之前，这个棍子就倒下来，会打到头了。请这个大力的比丘上来吧。法王是说，你看应该不会出太阳的，应该不会出。另外一个说会出。那法王说是不是要算一算，看会不会出太阳？所以我们说要找到一位医治一位善知识，这也是不容易的。同时想想要能够遇到佛法也是不容易的，各方面来讲都真的是不容易。尤其在座我们说现在是修持菩提心的一个行者，那我们真的最难得的事是什么？就是能够接触到那些正在痛苦的众生。就像主巴坤类大师曾经也说过，他说到比起观修这些佛菩萨，那么观修众生的痛苦是更甚深的，更殊胜的。有时候你看我们在观赏一些佛菩萨呀，或者一些很多手的本尊，你其实没什么感觉，甚至你在想，这么多手，那他的肩膀在哪里呢？比如说如果一个本尊有4只手，那他应该还有4个肩膀，那怎么肩膀在哪？总之其实现在来讲漫画啊各种这些也多了，很多只手的东西都很多了。要不然过去的人就想千手观音，那他那个手要怎么办呢？他有1000只手，但是他如果只有1个肩膀，那不是怪怪的吗？那如果他有1000只手，那应该有1000个肩膀啊，那这个1000个肩膀那也很怪怪的。总之就说我们在有时候观赏这些本尊佛菩萨，我们会有许多的想法，还有其实没有特别的感觉。所以这位大师就说，与其观修这些佛菩萨，还不如观修众生的痛苦来得殊胜。事实上呢，众生的痛苦你是不需要特别去做观修的，是你眼睛就看到，你周围接触到，甚至你都可以碰触到的，甚至你都不需要刻意去观修什么。所以众生的苦或者周围的人的这种苦，你是很容易很深刻感受到的，你也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感受的。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这样来想，就是对众生的苦痛这样去观修。你看平时生活中我们会说一个人他可能性格不太好，或者总是爱东讲西讲的这样的人，或是有一些是那种私心很重的，当我们在跟这样的人接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以忍受，就是很讨厌他，很烦他。
甚至会觉得亲近我你都跟他接触你都不高兴，那这是当然的，会这样的。但是呢，对于你是一个修持菩提心的人来说，事实上对方这个人他的那种顽强的性格，或者他的那种行为哦，你不要变成那样，这就可以了。但是你还是不应该舍弃任何你能够帮助他改变他的这样的机会。在这样的动机之下，你还是尽量的要能够，比如说可能跟他相处，在他身边，所以你是开放你的心的，去这样去接纳他。那么所以这样子你也不会犯了叫做结交恶友的这样的皈依戒的这样的戒条的。那么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的确不要结交恶友，甚至呢你还不知道到底他是好还是不好。对初学者来说的确是这样的，你有时候很容易分不清他的善恶，反而就跟着他的恶行，跟着他的恶心而走，受到他的影响。所以这是说皈依僧之后，就像昨天提到不要结交恶友。然而呢，对于一个已经有修学有些修持的人，尤其观修菩提心的人来说，那么这就是你的一个修持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这样子你也不会违反你的皈依戒的。有的人也这么说哦，皈依戒当中也提到说不要跟外道接触，就是非佛教徒的外道的这些人接触，就感觉好像说不应该跟其他宗教的人交朋友，甚至在家人来说不要跟不同宗教的人结婚哦。但其实这样的一种解释呢，代表你的理解不够全面，甚至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像皈依戒里面谈到很多恶友哦，其实就像昨天我提到的，其实真正的恶友不见得就一定是要外在的一个人哦。其实真正的恶友在哪里呢？搞不好就在你的心里呢。我们的心中就藏了很多的恶友呢。你看平常生活中有的时候自己好像是有两个人在你心中，那当然不可能你有两个性格，但有的时候好像你心中真的是有一个是好的那个你的那一面，他会告诉你说啊，你要好好的持守戒律哦，你不要忘记过去上师们的教法哦。但另外的一个你又告诉你自己啊，没关系啊，做这样的事也 OK 也可以。你好像有两个人在你的心中，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就好像有两个这个顾问在你的心中一样。这时候你可能会怀疑说，我应该听谁的呢？其实取决在于你，你也不可能两个都听的，你不是行善那就是行恶。如果说这时候你的心中的善的那一面，你把那个叫做权力都给了善的这一面，意思你的身口意都朝着善的，听了善的这个的这一去走的话，那你可能会变得很好。但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其实是模棱两可的，就好像没关系都可以，然后这样子放逸的这样去修行的话，那么你会很难成为一个很好的行者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行善也可以，有时候行恶也可以，但你一直没有真正下定决心，那这样无法成为一个最好的行者的。因此呢，我希望每一个人要了解到真正的恶友其实是谁呢？是我们心中的那个烦恼。所以如果我们跟着心中的恶友，也就是跟着烦恼去走，那这不就是所谓皈依戒当中的叫做不要结交恶友的恶友的意思吗？所以其实你看，其实其他的宗教，如果你心中你是一个很开放的、有慈悲的、准备好的人来讲，你也当然可以跟其他宗教的人交朋友，搞不好是更好的一件事呢。
所以总的呢，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现在说是为了众生，尤其是对于那些周遭正在受着痛苦的这些众生，甚至可能你只有那么一点点机会可以帮助他们，你都不放弃，都帮助他们，这是很重要的。有一些朋友会跟我说，都是讲痛苦哦。当我观修悲心，怎么发觉这种我自己更痛苦了呢？不是说观修悲心要更有勇气吗？但怎么感觉反而痛苦更多了呢？后来会变得都不太敢观修悲心，因为实在会越来越痛苦。那当然，我们说每个人你观修悲心都有各自的想法。的确，悲心呢是指看到了众生的苦，然后你想他能够脱离这个苦跟苦因，真正得到解脱，而且你有一种很强烈的信心跟勇气，说我要帮助众生处理痛苦，这是一种勇气哦，并不是说啊好痛苦哦，哇完蛋了啊得了病了惨了，并不是这种灰心的感觉，这个并不是悲心哦。就像过去的这些菩萨们，他们是对于不怕人多，不怕时间长，不怕事情的困难，他们都还是利益众生。所以你看到菩萨叫做什么？叫做一个勇士，一个勇者，他是不怕这种困难。但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不太了解悲心的观修法，会怎么样呢？好像观修悲心，怎么反而更痛苦了？甚至很伤心、很沮丧，会变成这样。甚至我在想，可能有些人观修悲心总是一下就想这种太困难的了，所以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其实你可以从简单的开始去想，不需要一下子就想太多太难的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下子想太多，那反而会超过你的能力范围，所以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的。所以当你在观修悲心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呢？按照你自己的能力去观修，那这样子你也不会太过压力太大的沮丧，不会的。譬如说你看到旁边有一只狗，然后这只狗可能被车撞到了，然后有受伤了，然后身上呢甚至还有虫在咬着它，那这时候你就想，那这个虫在咬这只狗，那这只狗会痛苦，那你是把那个虫拿掉呢，还是帮那个狗呢，还是帮那只狗那些虫呢？就有的人会有这样的问题。那这就让我想到说，有这个无着菩萨，不是过去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吗？他看到了一只受伤的母狗，上面有虫，所以如果把虫拿掉呢，那么这只虫会被捏死，所以他用舌头去舔把那个虫把它拿走。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菩萨他总是会想方法的，所以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答案说你该怎么做。因为我们说众生的痛苦，它不同的时空都可能必须有一些不同的方便方法去帮助他，但不代表说但并不是很多时候很多问题都是那么比较难解决并不是。所以有一些时候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众生的一些痛苦，它没那么复杂，它比较容易去消除的。因此呢，对于一些我们刚开始练习悲心的朋友来说，你刚开始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众生的痛苦呢，去帮助他去消除这些问题，这样会很好。特别我们在这里谈到痛苦我们并不是对痛苦生悲心，并不是也不需要痛苦，不需要我们对生起悲心。我们要对的是那些被痛苦而折磨的众生生起悲心，那些受着苦的众生，他本身他并不想要痛苦，但是他却不自主着受着各种的苦。所以这时候你这样去思维那个人那个生命，
这对你会是一种鼓舞，会是一种激励，会激励你的菩提心，激励你的悲心。譬如说，一个很珍贵的一个东西，如果把它丢到这个火中，掉到了火中的话，这么一个珍贵的东西，这时候你并不是去在乎说那个火有多大，这个火有多热，你光是这样想的话是没用的，因为那个东西搞不好就在你的思维过程中就烧坏了。所以你应该专注的焦点是什么呢？是那个正在被烧的东西，重点是它，而不是那个火那个火的颜色火的大小，你不需要在乎那个，而是你要想着怎么样把那个东西从火当中赶快的拿出来。所以你看到你的焦点是在这个东西上，这是一种比喻。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讲到佛陀当年的时候，有一个人请示了佛陀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是有边还是无边？这个世间是常还是无常？等等，问了许多问题，对佛陀问了许多问题。这时候佛陀呢，他并没有直接的告诉这个人说，这个世间是恒常，或者是无常，或者是有边，或者是无边。你看，当时佛陀并没有直接的给予任何回答。这时候佛陀反而问他一个问题，反问那个人说，如果是一个猎人，有一个猎人在这个到了森林当中，如果你是一个猎人到森林当中，如果你不小心的不是，你是在森林当中的这个动物，然后你被其他猎人射中的话，这时候你的焦点，你是说你会想，这个箭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或者说这个箭它是多长的箭，多短的箭，你是焦点在这个箭上呢，还是焦点应该是你是赶快把这个箭拔出来，把这个箭上的毒清除干净呢？这个人就说，那当然我是要赶快清净我的伤口，把这个毒呢，把它从身体当中取出来，赶快照料我这个伤口。我当然不会花时间去想这个箭是从哪个方位射过来的，或者说去分析说是谁射的等等，那些是后话了。重点在于你赶快要清理你的伤口。就像是佛陀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同样的，众生在受痛苦的时候，当然痛苦是有各种各样的，你要消除的是痛苦，但是如果你总是焦点在这个痛苦上的话，你反而忘了那个正在受着苦的人的话呢，你也忘了说我要焦点是要帮助那个人处理这种痛苦，得到快乐的话呢，那么你可能会变成一个痛苦专家就你只是在研究痛苦，但是没什么用的。所以回到我们常说要有大悲心，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种勇气，是一种承担。就好像你穿戴着一个铠甲是一样的，有没有？古代我们打仗都会穿铠甲嘛？这时候的菩提心，它就像是一个坚固的铠甲是一样的。你要让你的身心有勇气，但当然这不是一触可及的，它是逐渐的、慢慢的养成的。那么在谈到这个内文当中，所以当时有谈到说要先3遍皈依，接着是发菩提心部分，是赐一切有情以慈心为先，观恶趣生等，以死莫等苦，无于诸众生，为苦所苦恼。
从苦及苦因，欲度脱众生，立誓永不退，当发菩提心。如是发愿心，所生出功德，如华严经中弥勒应宣说。总的来说，这段就是说，在三界里面，在轮回当中的一切的众生，受着什么苦呢？就是三苦。像是在欲界中的众生，受的是苦苦；那么在天界当中呢，是坏苦。那么什么叫做坏苦呢？坏苦它是一个佛学的一种名相，专有名词哦。所谓的坏苦，坏是指变异的、会改变的苦。其实这指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快乐。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一般的世间经验的快乐，它都是会改变的，所以这也就是佛经中所谓的坏苦。它外在看起来好像是快乐，但是它本质是会变异的，所以它叫坏苦。就好像一个人，他肩膀上扛着一个很重的东西，他如果扛着1-2个多小时，他是很累的嘛，他就在右肩上。如果这时候他换到他的左肩上，这时候他会感觉好像如释重负哦。但是其实呢，因为之前右肩很痛嘛，再换到左肩，他一开始感觉好像是轻松了，但其实并没有啊，因为他的那个痛苦的重担还是在他身上，他只是在一个痛苦稍微减轻，另外一个痛苦正在增加的这样一个中间阶段而已。这种中间的阶段就好像是这种坏苦。所以总之，有漏的各种的快乐，它有漏的快乐，就是说有烦恼的快乐，其实都可以说是一种坏苦。接着呢，再谈到说上界，譬如说色界呀、无色界，由于他们的各种感受都是平等性的感受，所以他们有的痛苦是三苦当中的叫做行苦。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切世间呢都是各种的三苦。接着呢，在偈文当中提到说要发菩提心哦，就是当发菩提心。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可能要讲一下菩提心。那菩提心要怎么来说呢？所以平时呢，我们说菩提心的时候呢，感觉上似乎就是一种善心哦。我们会这样想，我们会说，这个人不错，是个好人。我会说啊，他真是个菩萨哦。这样说是倒是可以的。但是呢，真正的菩提心，它不就是个好人，有善心而已。它更进一步的是一种深刻的发心，说愿一切众生能够就近得到佛的果位，能够解脱痛苦，得到就近佛的果位，这才是菩提心。所以要升起菩提心的前提基础是什么呢？是有大悲心。那为什么要加个大呢？这是因为它的对象是尽虚空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说这种悲心呢是叫大悲心，因为它对的是一切的众生，意思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从各种的痛苦当中出离，而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菩提心。在这里有一种比喻，有一对父子，这对父子呢，在一个没有人的这样一个荒原上呢的一个森林中，林中在这样行走。走着走着呢，这时候他们迷路了，就是这对父子呢，结果迷路，他们俩就分开了，走失了，走丢了。最后呢，这时候父亲找到了正确的路了，
这个父亲很开心，因为你知道，在森林当中东走西走，终于找到了他该走的那个路哦。所以他有一只脚放在那个正确的路上，可能他的右脚吧，他放在那个正确的道路上，他的左脚还在那个不正确的路上的时候，就在他正要跨到正确路上的那个中间，他想到了谁呢？他想到了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迷路了，所以这时候他又开始到处的走了，他没有选择走到那条路上，他又到处去找他的儿子去了，就像是这样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呢，的确，我们似乎看到了轮回的痛苦，这是以自身来讲哦，我们可能看到了，世间的各种的苦，轮回的这种痛苦，你就会想说我要出离，我如果不出离真的是不行啊，我不解脱真的是不行啊，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出离的这样的念头。这就好像是你那个父亲找到正确路的那个踏上的那个路哦，但是这时候我们又回头看说，轮回当中还有很多其他在当中受着苦的众生，我们不忍他们的苦，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次的回头，就好像那个父亲他放下了他的那条正确可以自己解脱的路，却回头去找他的儿子是一样。所以就好像菩提心，它的定义是说，悲心要具备，同时智慧也要具备。它的智慧的部分是指希望众生都能够成就佛果，它的这个目标是这么的清净，要得到智慧解脱，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解脱，为了利众生得到解脱。但是仅仅是自己想要这种解脱，那这其实是一种太霸道，因为你没有悲心了。其实这可以说更深说重一点，这是一种邪见，因为这是违背因果的。为什么说这么说呢？因为就近的你说的解脱也好，快乐也好，如果你没有那个因，你就想要这样得到果实是不可能，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种邪见。所以呢，菩提心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需要有大悲心，就是你有着智慧，想要求得解脱的智慧，但你更需要具备的是得到这个智慧的因，也就是要有缘众生的大悲心。所以你这样一想，你知道原来想要得到解脱，你还真的需要众生哦。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众生，你就没有办法升起悲心，没有办法生悲心，就无法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你就不可能得到究竟的解脱。所以当你这样去思维之后，你就知道悲心要圆众生，智慧是圆佛果，所以菩提心就是这样子具备了悲心跟智慧的。这是一种比喻，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比喻，譬如说一个房子失火了，而在这个当中呢，这时候父亲在房子里面，父亲马上就往外跑，结果呢，他正要跨过他的房门的那个门槛的时候呢，他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门槛，但一只脚还在房子失火的房子里面的时候，就在这个当下，他想到了什么？他想到了我的家里还有着我们的亲人呢。他在害怕的那一刻，他没有想到这个，他那时候马上就跑，但是他因为回想到亲人，他又回头去救他的亲人，就像这样。过去我也提到过，所以我们说完全100%想着众生利他，对初学者来说是不容易的。什么叫做100%的利他呢？意思就是说，你只有利他人，你一点点想到自己的成分都没有这实在不容易的，对初学者来说，因为毕竟我们都还是会多少想到自己的，但是就算你无法100%想到别人，但至少请你做到一点，就是不要舍弃别人，你的心中还是放着众生，还是在乎着别人，在乎着众生。总的来说，
意思就是你跟别人是息息相关的，不要忘了这一点。讲到这里呢，我又想到了一段，我们平时呢总是会说我总是很自我的，会感觉到我好像在这里，然后呢对方其他人是在那边。比如说我要吃，我要坐下来，你感觉好像你所谓的我呢，好像是一个跟别人毫无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我，跟别人是反正没有关联性的一个我，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常常会害怕这个头上的这个床帆，感觉到好像它会掉下来一样。因为我们之前呢，在挂这个大的床帆的时候呢，我们说就在这讨论说，首先说我上面先解释一下，那个是第一世大宝法王哦。当时开幕时很多都搞错，耶，怎么一大清早那个法王就坐在那嘞？你们别搞错了，我是在这哈，不是后面那个，上面坐着那个是第一世大宝法王的，他是我们这一次在泰国做的。你可以看到我们最主要南传啊、上座部的这些教法都在南传哦。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是做着像是第一世法王的样子。所以当时呢，总是在讨论说，哇，这个床帆掉下来，要不就是砸到那个第一世法王上，要不呢就是砸到我的头上，让我赶快去见阎王。反正这是另外我想到的。总之呢，讲到回到这个自我，我们平时生活中其实都蛮自我的，都会觉得说，所谓的很自我是指你总觉得好像就是你一个人，你都跟别人是无关的。这种，但其实你看在中观当中就会提到说，比如说金刚血音啊，或者是这种有无边超越有无边的音啊等等，当然这些不去那么细微的谈，但是有时候不去谈那么深的教理了，甚至当你静下来，你吃饭的时候你静下来都可以想一想，我现在口中的这一口饭它来自哪里？或者现在坐在这你穿着衣服，这个衣服来自哪里？不是别人做的吗？甚至静下来想想，你在呼吸着呢，你的这一口气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许多科学家说，这个氧气它就是由大自然所提供的。所以你看，就连这一口呼吸它都跟大自然息息相关，而且你不只是一口气而已，而是你不断的你在呼吸，每天、每星期、每月、每年，你都在不停的呼吸着。一口气不来，我们也都死了。所以你看，一口气它跟周围的人是息息相关的。甚至你可能是一个有名的人，但这个有名是哪来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吗？如果全世界就你一个人，你也不会有名，因为就你一个人吗？所以有名也是因为别人赞叹你，别人承认你，那么你才会有名。所以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身口意，甚至就是你现在能够活着，这也都是因为别人的恩德、他人的恩德而能够活着的。所以当我们这样一想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自己变得更好，这是当然的。但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些顺缘，你要了解，这些顺缘、这些条件就是别人。所以你为了让自己更好，你就也必须要让你可以更好的我们息息相关共存的其他的生命，你应该关爱跟照顾他们。就好像说一个家庭里面，你希望家庭和睦，那么你需要好好照顾你的家人。同样，一个扩大到社会的时候，你要跟你的社区、跟朋友更好。同样以国家来说，整个国家里面的人民，或者
更大，讲到整个地球，你要地球能够和平和谐，那是所有的生命都应该和谐跟和平的，这样子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说世界的一种祥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周围的，我们跟整个大自然跟所有的生命真的是叫息息相关的，所以根本不可能说只有你一个人的。如果在座的或者我们有的人呢是只想到自己人，这时候你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说，可能不只有自己哦。你可能会想，我倒真的应该好好照顾一下周围的人，甚至你应该想想，也不要太严肃，应该笑一笑，不要像我，你看我总是不太笑。以前小时候我会看到自己的照片，我都觉得好奇怪。我现在看到小时候的照片，我都会觉得很奇怪。我小时候都常笑，怎么越长大了就越不太笑嘞？的确是因为事情太多，很多东西也太多，可能就不太笑了哦。但无论如何，不论笑不笑，比起那种假笑，就是心中更不想笑，但却要装着假笑来说嘞，还不如说就别笑得好。所以呢，请大家原谅我。总之呢，我们互相之间真的是息息相关了，所以当然要帮助别人咯。我以前就想到说，什么叫做利他呢？那种100%能够利益众生的人，真的很了不起，因为你看他完全已经变成别人的一份子了，他不会再有自我的感受了，真是了不起。过去呢，我知道在安多果洛的一些喇嘛，这是当时文革的一些故事哦。在文革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喇嘛就说，有一个人就说要毁坏一个佛塔，这个人就跟喇嘛说，你一定要毁坏佛塔，如果你不毁的话，我就把你关起来。这个喇嘛一听呢，他是一个老修行人吧，但他当然不想要毁坏佛塔咯。但他有一个老母亲哦，他就想说，那如果不毁坏佛塔，他会被关的话，他老母亲又没人照顾，所以呢，他就想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最后呢，这位喇嘛他就想，那我就去监狱。但之后呢，他就这样跟他妈妈说，他妈妈就说，你从今天起，你就忘了我是你的妈妈，你就到监狱去吧。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说，反正有一阵子就说要杀那种好像是田鼠吧，好像那时候也是一个命令说，如果你们不杀的话呢，好像说如果你不杀的话呢，就要把你的手呢用石头去砸他的手。那这位喇嘛呢，他就说他当时没什么感觉呢，因为他那时候他就是不肯去杀其他的田鼠嘛，所以当时他的想说，那没感觉到什么痛呢。他后来说，因为他说今天我这只手终于做了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总之，当时你看那个时代出了很多这样的故事。过去呢，有一天有一个人来跟我说了这个故事。那天晚上我就想，那种真正心中总是别人的人呢，他们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自己了，因为他完全自己已经变成别人的一部分了。
要不然你看我们平时的慈悲是怎么样呢？是我嘞健健康康、白白胖胖的在这里，然后一个很凄惨的人在那一边，好像说我嘞要跑到那边去，然后我很重要的、珍贵的我，好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要走到前面去给他什么。真的悲心并不是这样的。什么是一种大悲心？就像刚刚那样的故事当中的那些喇嘛，你已经变成是众生的一部分了，就好像太阳跟月亮总是守护着众生是一样的。同样呢，这一些有慈悲的人，他是永远不会丧失他的菩提心的。所以悲心呢，真的是很重要、很好的。尤其呢，在我们小的时候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很自然的那种悲心，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像我们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学习佛法、接触一些上师学的越来越多，好像反而越来越不自然了。其实真正小时候的那一个很真诚单纯的那种自然的悲心，以前其实我也说过，在我5、6岁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我们那时候是要杀牛，不是冬天吗？对不对？康巴人，你们回答。然后仿说前面那个撑伞的那个就是康巴人，他也回答说对，秋天。所以总之呢，秋天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当然不会去杀，因为我们也心中想周知众生嘛，当然不会自己杀呀。那怎么办呢？就会找那些汉族来杀，所以就会找那些汉族来杀，反正还不是一样的，自己杀或叫别人杀。总之呢，到了秋天就会有杀这些牛。那杀的方式呢，是用这个布把那个牛的嘴巴绑起来，将它闷死哦。所以当时我记得好像4、5岁，总之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些牛的情况，我真的是很难过。那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我那时候哭啊，东跑西跑，很难过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我的那种感受，那种悲心哦，我现在还记得。但现在你看，在跟我现在读了这么多经论当中形容菩提心啊、慈悲心的定义比起来，真的是完全比现在的这些学问真的是比不上当时那一念单纯的悲心。就好像现在很多只是文字上的东西，却没有真正当时那种感受。就好像是一个鸡蛋，那种没有造作的那种蛋呢，是一个快孵出来的一种蛋，它是活生生的一个蛋，可以孵出小鸡的蛋是一样的。所以同样在座，相信我们都过去有着这样子那种不造作的真实的悲心。所以现在呢，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恢复这一念慈悲心。而且你会知道，当你有了那个慈悲心的时候，那之前提到的戒律也好，道次第也好，其实都是从它而生起的。没有了这个，其他以上的那些东西都是没有的，都很难去有扎实的。所以当你慢慢所以你真的应该从基础慢慢从周遭的人事物，从世界的人事物，你真正去关心去了解，那么才修持佛法，那这样才是比较好的。举例来说，一个出家众来讲，过去的这些出家众是怎么样呢？他是真正对轮回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他知道轮回的苦而处理，而并不是出家并不是说出家也蛮开心的到了出家就可以学习可以读书其实这样并不是正确的。要不然这个寺院都变成好像是孤儿院一样了，像是学校一样了。其实真正的出家并不是这个意思的。你看过去的那些出家人，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当然，的确还是有一些出家众，像是那个有一些比较一些顽强的比丘，但当然最后他们也都得到调伏，得到证悟。但是真正出家来讲，修持佛法来讲，如果你没有刚开始那种动机跟准备，那么条件都基础都没有，也不可能会有太好的成果。所以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修行人来讲，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准备你的基础。总之呢，我们需要具备这样一个好的基础跟好的悲心跟菩提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殊胜的圣地，这样一个千佛成道的这样一个菩提迦叶，也就是金刚座，过去有佛在这里成道，未来还会有佛在这里成道的这样一个殊胜的圣地哦。这当然我不用讲太多这里有多殊胜了。其实过去呢，你说在西藏，很多藏民会到印度去朝圣哦，甚至他们会说，只要朝着印度的方向走着一两步，他都已经积聚了无量的福德，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当时的藏民都有这样的一种愿心哦，一种心态。那像我之前从西藏来到印度的时候，当时呢我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啊，譬如说各种算法啊等等都会算说，总之好像鼓励自己看会不会顺利到达印度呢等等。但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太强的信心说我一定来得到印度。但是现在很多说法说，哦，我来印度是什么呢？是要去取黑法帽。很多我周围的人也这样跟我说，哦，你来是不是来拿黑法帽的呢？刚刚听起来我说，这个说法还不错。但是后来想想，花这么多的生命危险的长途跋涉来到这里，难道只是为了取这个黑法帽吗？这个好像并不是的。而是真的因为自己有了这样一个，想想自己有了一个噶玛巴的名号，那就有了一种责任了，也就是一种弘法的、求法的，要跟随上师亲近善知识的求法的这样一种责任，之后才能够弘法。而当时那么多的上师，现在来讲也都是在印度，所以那当然我又不会飞，也没有翅膀，我也飞不到这里来，所以只好用走的咯。所以想说，如果年纪如果留在那儿再长一点，年纪再长一点，然后如果留在那儿年纪长一点，又被给了一些政治的责任的话，那又要违背尊者的很多，要批评尊者很多事的话，会觉得自己也不会觉得太开心太顺心。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说那我还是要朝印度的方向去。所以当时我想，就算只是往那个方向走一两步，我想都应该是积聚了福德了。所以这是我当时的一些想法。总之现在我们都在这里相聚了，那么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是从好远好远的地方长途跋涉而来，相信也花了很多的钱，尤其呢是在座来自国外的，来自汉地的、中国的很多的朋友，甚至我看你们搭公车都一定很累哦。相信路途也都是很辛苦呢。那当然在座的很多的僧人，还有在座的我们的仁波切们，也都是不容易来到这里。真的，现在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不容易。所以想想，在这样一个圣地，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空里面，就好像如果用一根稻草来
来这个扫地的话呢，那是清不干净。但如果是一把的捆在一起来扫地的话，那当然可以清得干净了。那就好像这个比喻一样，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现在我们相聚在一起是这么强大的一种心力的力量。那么我们这时候如果一起发愿，一起发心，那我们的愿望它是能够很快的能够实现。尤其呢特别有提到说，如果是有男众有女众，就是象征的代表了方便跟智慧，这样一起来发愿的时候，这种力量又是更大的。尤其我们现在又是在这么多的如云聚一般海会一般的僧众相聚的时候而发愿，也经典说没有愿望不会实现的。同时呢，我们说特殊的时间点来说，就像我之前也有提到过，我们说你看佛菩萨他们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投身而化身而行持各种的佛行事业哦。尤其呢在西藏来说，开始转世制度的就是噶玛巴，那也因为这样的一种传统，它代表的是什么？这样一种转世的传统象征的是什么？就是象征一种菩萨的精神，象征着这个菩萨他的身口意是永远不断的要利益众生。这就是这样一个噶玛巴900年转世它真正的一个意思。其实也就像我前几天有提到过的，第一世杜松简巴大宝法王，他是真的不只是具备恩德。你看他在900年前，他将这样一个佛法的弘传跟实修的传统保存到现在，可以说冈仓噶举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的文思的还有这种实修的传统之下，培养出多少了这样的僧人跟实修者。你可以说能够有这样的好的传承传流下来，都是因为第一世冈仓噶举来讲，都是因为第一世的大宝法王杜松前巴的恩德。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这样一个难得的900年这样纪念日，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刻，如果我们来做供养，做任何一点供养，做任何一点发愿发心的话，我们的心愿都会成就的。所以这是以时间的殊胜来说。那当然我很难把5种圆满就是时间啊地点啊，一个是时间的圆满，还有一个地方的圆满等等，我很难把5种圆满都说出来哦。那不用一个一个去讲，总之呢，我们现在5种圆满都具备了。内外一切的善缘呢，甚至我想可能不止5种可能是10种、20种、100种的圆满，现在真的都具备了。真的要像这样的时间再遇到不容易了。我们说佛陀来到世间弘传佛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目的就是因为希望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能够越来越欢喜，直到达到究竟的快乐，究竟的一种快乐也欢喜，也就是佛的果位。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的去承事照顾这个弘扬这个法教。其实我们说在弘扬这个教法之前，我们应该前面还有一个祭文是什么呢？就是说利益一切众生的是什么呢？这个根源是什么呢？因为是佛法，就是佛法，也就是因为佛教的佛法是能够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教法，所以因此我们要弘扬它，因此我们也发愿说这样的法教能够弘扬。如果说佛法它是伤害众生的话，我们也不会有后面的这个愿。所以我们首先都会要了解到佛法是什么，还有佛陀为什么要弘扬佛法，为什么我们现在发愿佛教要弘扬，为什么之前佛陀要花那么长的3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去积聚资粮，然后利益众生。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希望利益众生，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讲的在这里讲回来，我们说无论我们做任何事，真的别忘了都是要帮助别人，帮助众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希望各位不要浪费时间，尽量的专注在这样的善心发心上，愿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这时候呢，你尽量的把握机会，无论你现在经历到快乐，经历到难过，你都想着都希望利益众生，都希望众生成就佛道。不然嘞，如果你只是在一种过日子的没关系，快乐也好痛苦也好的感觉当中的话，那是没有用的。有时候我也会想，有时候善心，有些善心带着自己的善心一些见解，但是呢，社会上能够接受领受的人并不多，甚至很多批评的人是更多的。这时候有时候好像也会很伤心很难过，觉得好像怎么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善事，那我不做也算了，别人是恶行，那我也照着做算了，为什么我要那么辛苦？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是世界上一两个有善心的人就已经很重要了，因为就算只有一两个人，它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充满的都是这种欺骗的人，互相伤害的人，如果都是你无法信赖的人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真的是会太可悲了。因此平时我都会提醒自己，鼓励自己，就算就是因为这是我过去的一种誓言，就算我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洪流当中我失败了，但我还是不会忘记我的誓言，利益众生的誓言。如果我赢了，当然我能够面对这样的情况，那当然我还是会保持我的誓言。所以当在这个面对这样的问题，在五浊恶世当中，真的不要忘记自己原来的誓言，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像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呢互相都是同甘共苦的，我们必须要这样去想。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到尽虚空一切众生，但至少我们想想共同生活在这样一个地球大地上的众生吧，我们同样在这样的大地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真的是一个生命的一种共同的一体共同体，就好像是活在同一个大家庭当中的亲人是一样。当然我们的文化生活甚至很多宗教的背景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但这些真的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着共同的苦跟乐。所以同样，由于真的现在地球越来越小，真的一个地方感受到苦的时候，其实它也连带的其他地方也会感受到痛苦的。尤其我们说现在大自然的环境，它的情况灾难越来越多，我们也现在活在这种充满着恐惧的这样一种时代当中。你看到处你都会听到哪里又有洪水哪里又有大自然的灾害，甚至现在还有说什么2012年会怎么样的说法非常的多。刚开始我听到我也不太相信有什么2012什么年的，但是越来越多人来问我说您对2012年的看法是什么，所以我也开始多去了解说2012年的事，也的确好像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了。
就好像我们说那种指南针的那种磁场，有说是因为磁场的，我们未来会有这种磁场的一种变迁，那也会造成地球的一些变换。总之，别说2012年了，就我们在这之前这几年当中，你看到我们各地也出生了地震，像是西藏也有很多的地震发生。你看，甚至在1个月当中，就在世界各地呢都发生地震啊，各种的灾难。当然，在很多地方也有一些战争，甚至真的是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所以我们现在静下心来想想这些的时候，无论如何，你只要我们成为一个善人，代表了什么？代表世界上一个恶人少了，不是吗？所以这里我们现在就是要发起这种愿菩提心。愿菩提心呢有2种，一种呢是希望众生出离痛苦，得到快乐，成就圆满的佛果。愿利众生，愿成佛，这是一种发愿，这只是一种发心，一种愿望，这也是非常好的。仅仅是这样就已经非常棒了。我希望各位能够这样发愿。更有一些智慧的人呢，不仅是这样发愿而已，更进一步，你看到说众生真的有众生这么多的苦，而自己不是自己能够求安乐的时候了。这时候我们更需要做什么？更要有这种大的勇气，要升起大的勇气，就好像说你的那个就好像你要加速，有没有？在西藏来说，这叫怎么形容呢？就是哎呀，糟糕，连这个西藏的话都忘了形容的。总之呢，就是你要把你的档呢，这叫什么？就是到最，就是放到那个最高速的那个档。就这种你要有更进一步的这种更强的这种愿心。所以如果在座是更有一点愿心的人呢，勇气的人，你从今天起你就发一个誓言说，从现在开始呢，我从此不再舍弃我的菩提心跟我的这种发心。这是第2种哦。所以这里就讲到叫一种誓言哦。那当然不一定你要持守这样的誓，仅仅是发心也是可以。所以总的来说呢，所以总之要受戒的，麻烦还是要有些动作，所以要请你跪下来哦。如果真的不方便跪的呢，那么就心中跪下来就可以。什么是愿菩提心呢？再解释一遍。所以如果你是没有办法持守那么多愿菩萨戒的这样的人呢，你就不用说我要持戒哦，而就是发心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说无论如何我都可以持守这个戒，我都不愿舍弃众生，然后我都一定要利益众生，你有这样的一种誓言的话呢，那么如果你有这样大的誓言的话呢，这也是可以。这是第2种愿菩提心。所以首先放自己要念一段这个愿文。
这别了，初心了就不买着，咱初心现在搞了很多的，咱这个做生意真的，那成就这边心里挺这个我呢。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想，你看，佛陀当初呢是在这样一个清凉的菩提树下圆满成就了佛果，在2500年前。所以我们现在想着，佛陀就在我们的前方虚空中，或者就在前方的地上端坐着这样一个圆满的佛陀。同时呢，我们说，其实现在不用说什么大巧称，不用说再分什么密乘显乘，就总之这一切佛教当中的这一切的祖师们，一切的大德们，这些或者是你最亲近的、最有福德因缘的上师们，现在就在我们的前方。总之，你就想象说，你就相信，就想象说佛菩萨们就在我们的前方虚空中，然后跟着一起念。现在先念第一遍。桑叶佛诸佛正法圣僧众，直至菩提我归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接着念第二遍。这时候你再把你的排档放到了更快速的高6档哦，刚刚是第5档嘛，现在放到第6档，更深增强你的菩提心。这时候你可以想说，你看过去的佛菩萨们，无论任何一个众生，只要他在受着痛苦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永远他的慈悲之眼呢是会照顾着他们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这样一个五浊恶世当中，也能够升起这样的大悲心。所以依靠佛菩萨他们过去的发愿的力，他们的这种真实的一种力量，让我们的这种现在的这个悲心更加的增强。带着这样的心，我们念第二遍，请念第二遍。诸佛正法圣僧众，直至菩提我归依，以我布施的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接下来是要念第3遍。当念完第3遍的时候呢，你要想到说，我得到了戒了。什么叫做得到戒呢？是指这里的戒指的就是你的这种誓言，为利众生的誓言，你的一种决心呢。因为你的这种决心，因此你得到了这样的戒，这种戒就是一种你的决心，就代表你得到了这样的一种戒了。那当然没有想要受戒的人呢，你心中也可以想，这是你一个发大愿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不太了解什么叫佛果，但这时候你就可以想一想说，所有众生都在受苦，希望他们得到最大的快乐，这样想也就可以了。诸佛正法圣僧众，直至菩提我归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请大家坐下来。
所以在这里有提到说，《华严经》当中，就像《华严经》当中所说，如果你升起菩提心，你就不会受三恶道的苦了。就比喻说，就好像是一个钻石，就算是一个破掉的钻石，它都会让其他的那些珍宝失色。所以因此就是说，就算我们没有办法行持六度，但是仅仅是一个发愿，他的愿望的力量呢，因为它是有一种决心在里面的，因此呢，它是不会让你落入到二乘。我们现在所谓的二乘，也并不是我们好像一般感觉好像是那种一般的，而是这里的二乘可是不容易的，可是那些证得了阿罗汉果位的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一个发心的人的力量有多大呢？他甚至连那些证悟阿罗汉的人，他都可以将他降服，都比他们殊胜。所以这里是在赞叹说，发这样一个菩提心的愿菩提心的利益。还有在大宝积经当中，就是永师请问经哦，这里说也就是大宝积经当中，你说一广说此夫等等。这里在一直念这个偈文，一切佛世界贡献于诸佛，若有人合掌心尽大菩提，以此最殊胜其福无边际。所以这里说发心的功德有多大呢？就像是在永师请问经中说，如果这样一个菩提心的福德，假使有色者，意思是说，就如果它是有形体的话呢，那是充满虚空界，其福有余哦。就是说，甚至遍满3000世界呢，这个福德都还更多的。这里说虚空界都已经是无边的了，所以这个福德比无边还更加的多，更加的殊胜。过去呢，我曾经有这样一段想法哦，我们的观想，有时候我们都说我们的心要跟虚空一般宽广，但是我们的身体好像只是小小的一个，但是我们的心却可以跟虚空一般广大。所以我们说虚空有多大，我们的愿就有多大。所以我们的心，它是一种投射一般的，开启一般的。所以这时候因为心的广大，所以呢，你的福德也会是广大的。接着说，如说学处当辩护。这里是说，刚刚有提到说愿心哦，愿菩提心有领受戒法的愿菩提心跟不用领受戒法的愿菩提心，有很多种说法。如果是以领受了愿菩提心戒的人来说呢，这里提到说，除行心体诸律仪，非能增长正愿心。由于增长菩提愿，故当力受此律。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愿菩提心，我们是这里的经文是指说，是透过了就是有领受愿菩提心戒的来说的。所以如果有领受这个戒，就必须有学处，有律仪，有需要持守的戒法。主要的是要断除4种黑法，行4种白法。或者如果没有办法完全做到，那至少是不要行4种黑法，而且呢，不要舍弃众生。
那么什么是4种黑法呢？简单的来说，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上师、亲教师或者是僧众，如果去欺骗他们，这个就是4种黑法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欺骗上师、堪布，就是亲教师。过去第8世法敏珠多杰曾说，功德田是上师，恩德尽是父母，还有施主们也是功德尽，没有比欺骗他们更糟糕的事了。所以这段话我们也应该仔细去想一想，尤其是那些施主们、功德主们，你看到他们是将他自己身口意积聚的各种的财富也好，这些东西也好，都愿意供养给这些僧团，供养给僧人。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内念布施的心真的是很好很棒的，但就我们自身僧众来说，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善用这些供养来做回向，来做修持。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不要欺骗施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说，如果欺骗施主，这就你也毁坏了你的愿菩提心，愿菩提心没了，行菩提心也就没了。这时候你刹那间就已经不算是大乘中的行者了，同时你刹那间也就不再是密乘的行者了。所以总之，密乘的这些戒也都毁坏了，你也不算是一个密乘的行者。所以这是要注意的4种黑法的第一个。再来第2个黑法，是指让别人后悔哦，对不应该后悔的事后悔。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这个人他可能是做了一个善业，积聚了大的福德，但是呢，你因为嫉妒，譬如说有一个对方一个扎西，譬如说这位扎西先生，他做了很多的善业，但是这可要好好想一想，那个坏的人的名字可不能随便叫，要不然会好像我在针对谁哦。这要好好想，很难想。想到一个叫做无名氏金刚、无名氏多杰先生，这个人呢，他就嫉妒了，他嫉妒了那个扎西先生，说：“哎呦，你之前的供养那可是不好的，都浪费了的。”他这样说，所以你这么做是不对，他就让那个扎西先生后悔了。其实他根本不需要后悔，却让他后悔的话，那这时候这个菩提心戒也毁犯了。所以如果对于恶业后悔，这当然是件好事，但如果对一个善业后悔，这可是不好的。尤其我们平时呢，其实我们平时心中就比如一些事，你心中一直有一些不满、一些抱怨，有没有就会东说西说的。你因为你这样的东说西说嘞，结果让其他人听到了，就升起了后悔的话，那这个呢是不好的。所以麻烦你把你的嘴巴好好锁住啊，别乱说话。这是第2个。再来第3个，毁谤一个菩萨。譬如说有的人会说，你看这个时代了，菩萨在哪都不知道咯。当然菩萨也不会脸上会盖个章，有个标签说他是菩萨，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不应该随便批评任何一个人，甚至连那些牛羊马狗啊，我们也都不应该轻视他们呢。因为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是一个菩萨的一个化身呢？所以不应该要带着恶心去做那样的毁谤，甚至连一个驴子的一个图案，你都不应该去带着刻意的这种轻视的心去把这个驴子的画像去把它摧毁呢。那更不用说对于菩萨去批评了。所以尤其现在菩萨，谁是菩萨真的不知道。过去有一位大龙汤巴也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们在这种无明的昏暗当中，我们虽然就算不管有多聪明但其实真的都是在无明烦恼当中。
所以你根本无法清楚知道自己跟他人的心中在想什么。就算现在是资讯那么的多，但是呢，我们却真正连一个别人的心在感受什么你都无法知道的。虽然如此，我们却还是很霸道的、很无理的、很自傲的以为你了解别人、知道别人，而批评别人。尤其呢，我们说现在这么多的法友在这里，尤其各位哦，你们各个中心哦，各个法友哦，互相之间1个、2个、3个、4个、5个、7个、8个，总在那说东说西的，所以可能呢，成立一个中心，你都毁坏了你的菩提心界，如果不小心的话哦。再来第4个是没有利益他人的心，而是以狡猾的欺骗别人的心，这是第4个黑法。一种是说要总是想到自利，总是想到有机会的话呢就要去伤害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不好的。过去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叫做孙子，他说真正的兵法是什么？就是无战而战，就是你不用任何不见血，不用任何的兵器而能够战胜，这是最殊胜的，这是最棒的。所以同样，真正一个大菩萨，一个有菩提心的人，他不用动一兵一卒，他就可以战胜。要不然呢，永远是冤冤相报，那这是永无尽期的，只是让血流得更多而已。所以我们必须是以这种极静的心来面对那一些暴力。这个就是一个修行者，一个佛教徒该有的一种极静的性格。再来呢，还有4种白的善法，这就不多说了。总之呢，刚刚说的那种4种黑法要有一个了解哦。所以第一个黑法就是欺骗上师，欺骗这个施主，就是欺骗恩德净跟功德净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黑法就是说让人升起后悔心。再来第3个，譬如说第2个，刚刚提到说，如果你看到2乘行者，你告诉他说，你只是南传2乘行者不怎么样，你应该进入大乘，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应该说的。再来第3个黑法是指毁谤菩萨，这也是不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知道说谁不是菩萨呢。第4个黑法是指心中带着狡猾的心欺骗别人，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应该带着善心真诚的对待别人。最后一个是什么？戒法菩萨戒，就是说不要舍弃众生。什么叫做不舍弃众生呢？糟糕，时间也过了。什么叫做不舍弃众生呢？所谓的不舍弃众生，其实就像之前说的，就是说你只要舍弃一个众生，就是舍弃一切众生了。什么叫做舍弃一个众生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在你前面，然后呢你本来是可以帮助他的，还不用谈到说帮他成佛呢，就是说无论是就近跟暂时的帮助，你任何能够帮助他的机会你却不把握，而且你说算了不要帮他，或者尤其这个人他可能正要遇到一些大的困难，而你呢却说哎呀就给他，就看他会出生什么事吧，你这种刻意的看着他受苦的话，这个呢就是舍弃了众生了。
这个众生还不一定是人呢，它是连昆虫都算在里面。还记得我们常说一切众生吗？拜托请你记得一切众生，众生也包括了昆虫哦，会那样子嗡嗡嗡会叫的啊，牛啊羊啊都包含在里面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不能够刻意的舍弃众生。当然你做不到那是另当别论哦，但是就是你没有能力帮助这个人，那是另当别论。但是你不应该带着这种恶心，或者是说这种想要害他的心，这种而舍弃他都不行。尤其呢，连间接去舍弃众生都不行。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的一些我们的想法、一些心态哦，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造了很多恶业，我们会落入恶道，对不对？我们会说啊，那到时候就不会帮助众生咯，就无法帮助众生，这也算是一种间接的舍弃众生哦。所以为了一切的众生，我们必须好好修持，我们不应该落入三恶道，好好修持，得到善的人生才能够帮助众生。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向善去发愿去修持，所以这就代表说我们间接的也不应该伤害众生，也应该好好修持。希望各位这样去想。所以就像之前说的4种黑法，还有对于不舍弃众生，你好好了解的话，经典中说，那你来生你也不会忘记这种菩萨心，就算你投生为牛马你都不会忘记的。经典中这么说，更不用说你来生投生为人了。所以就像之前我昨天提到的故事，搞不好那只母狗它也是个菩萨呢。我过去曾经想过，我们说断肉不吃肉的时候，首先我们说当你发愿不断肉的时候，也需要自己有些感受嘛。所以当时我就看了很多那种杀猪杀羊的这样的这种光盘，这种光碟看。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说，为了杀那个猪，就用那种电枪，有没有？就打了他脑袋，然后那时候脚还会在那抖。所以当时我看到我就想说啊，我今生我没有变成这样的众生，那未来如果投生为那样众生，那可不就惨了。所以当时我就写了一个愿文，所以当时是我自己断肉的我发的一个愿文。就是一切如母众，善思如母众，一切难忍苦，这样的一个祭文。所以当时就想说，我希望呢大家也这样来发愿，生生世世我们要发愿不要成为一个伤害别人的人。过去蒋贡罗卓太爷在他未圆寂之前，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我什么功德都没有，但是我至少我做了一点点，我具备了一点点别解脱戒的戒，还有菩萨戒。虽然有一点点违犯这些戒，但是呢根本的戒我是没有违犯。也因为这样的恩德，将来我发愿说，至少因为这样一点点的功德，我未来要投生一个不吃肉的这样一个人生。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不吃肉吃素，当然或许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件小事哦，但是这可以代表了一种大的一个慈爱之心，甚至你看到他愿意以自己这一点点直接的功德回向给自己，未来投生为一个吃素的人呢。所以总之在今天各位呢，谢谢大家来领受这个菩提心戒。那么很对不起啊，我说的太多，超过时间了，谢谢大家。